为将新化这过去嘉南大圳的灌溉水道变成一个有人文色彩、适合休闲的人行甲自行车步道，市府都市发展局争取内政部城镇风貌甲创新环境的营造计划，总共有7500万要来改造。完工以后，将1.2公里的水花廊道。22号上午，市府特别伫当地办说明会。这位议员甲乡亲拢到场关心，市长表示，相信完工以后，未输台中的绿川、柳川，将成为市民甲游客体验的新地标。新化即摆的水岸拄起来的即个嘉南大镇的即个灌溉沟渠的即个工程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咱看着讲伫新化，除了咱有老街以外，伫花莲咱有足侪文化资产，除了咱有足侪美丽的景色，伫个过去咱会记得新化过去分局，即摆迁徙了后，即个所在就变做人地，边还佫一个停车的空间，边仔每一店足水，要甲即个所在要连做伙，看了即个咱嘉南大圳，即个灌溉的即个沟渠，会当做个足水，变做一个水岸公园。新化拄了老街，现在佮要将这个大马港打造成一个适合休闲、真水的水道美景，互民众来遮行行踅踅。都发局表示，该工程将伫近期完成细部审查以后进行工程发包，预计年底也是明年初就完工。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